台灣新漢畫第一傳人藝術家楊小寧舉辦的展覽《筆韻生春》在台南佛光園美術館盛大展出，其中一幅長達6米的《龍行天下12生肖圖》首度公開亮相。上面題的字是“龍行天下濟滄海，福澤全球澤萬家”。那這幅畫是以12生肖以龍為首的，然後用福氣滿滿的招財童子、笑納萬財的童子作為題材。楊小寧國畫藝術體系獨樹一格，在新漢畫創作中，將古漢畫的質感與現代筆墨融合，巧妙加入剪紙、皮影、唐三彩等元素。不管是作品漢唐雄風，將筆墨水3種技法運用得淋漓盡致，或是高貴美麗的立體玫瑰，都展現出青出於藍的藝術高度。小寧老師呢，他曾經遭遇到氣爆。但是呢，他就像浴火鳳凰一樣哦，用他受過傷的手畫出了比一般人更有溫度的一個希望跟勇氣。所以小寧老師呢，他用他的畫筆告訴我們，火災燒不掉心靈的色彩，只要心裡有春天，處處都是生機盎然的世界。星雲大師曾說，美是生命中的一種層次，從楊小寧的畫作中就能感受到人間佛教的藝術精神。此次展覽之後，楊小寧將返回故鄉西安休養。這幅富貴萬代也特別捐贈給佛光山南台別院，傳遞愛與希望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